Muhammad ku faluzo numako apikapot no namo nanay unalalok no miso kapot nini言草iraku malaya pai no miso是希望弟兄姐妹很认真的来参与这个语言潮，希望在这个语言潮当中你有收获哈。好，ini di Satapang tuh kita那naman no mita anini好大家问他找古说，我先讲我们在我们的线上请我们的一个助理希望在我们的线上，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模糊会看不清楚，说写错了也都没有感觉哈。那希望我们请那个苏显当我们的助理，帮我们订正有些字或者是写错了苏显考上中高级，他是汉人。对，我是想要讲这件事哈。那我们等一下或许可以请苏显来说哈。苏显他是汉人他是很认真的来学族语，然后他从那个千词那边开始认识很多的单字，然后他说他最缺乏的就是说了，然后我们开那个语言潮，然后他开始练习说，因为有对象可以学，那所以他在去年的中高级就考上了，实在是很厉害哈。那我发现我们自己的族人很会说族语，可是没有考上，他缺乏的就是写的问题，很会说，可是在书写的方面很弱，所以我们这两方面说跟写是非常重要哈。那我们可以请苏显可以分享一下吗？先顺便等人，苏显分享一下你如何如何考上的，如何做的。我就是一直练习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弱势那个听跟说啦，所以其实去年有些老师们有先帮我有试验3个月的听说的线上的练习，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恶补了一下，刚好低空飞对啊，所以那个书写的部分我就是一直就是看记单字看到我们的查单字，然后就是要多练习，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是可以好好练习的机会，就是有老师们的帮助才考得上谢谢老师。好，谢谢苏显他很谦虚他真的是很认真他每次就拿着签子，还有那个他引用的伊乐园的文化篇或是什么，看他常常在读，所以他不会说，但是他在认真写，然后再来书写，他是很厉害所以他有时候我们写错了，他都会看到，这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阿美族很会讲，就是落在书写上，希望我们这两方都能够会说跟会写。今天好，大家谢谢苏显分享他的那个去年学习中高级的事情好，感谢苏显。然后那我们也希望在场的如果有师长看见我们写错的，也不吝啬的赶快提出来，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学习当中都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好，谢谢感谢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要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马安，这个是我们很生活化什么马安是什么，或者是怎么了，或者是我们回应别人的呼叫，譬如说本来我们可以回应说马安什么啦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会说一直叫本来，然后第三句很很大声的呼叫他，他就很回头说乌马安萨，有点不耐烦这个是回应别人叫你的时候的马安，所以会
会马鞍，所以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会说的，譬如说东西啦，看到我们可以刚刚好可以跟会说族语的，或者是在市场啊，或是在任何地方到部看到老人家，顺便问他，哎，法医或是伊娜，我们安给你安，这是我们的开口，顺便可以跟他说，他有时候会说一大串的，但是就是让你练习哈，就是我们可以随口去问，或者是关心别人，妈妈安给说马安都是马鞍的开口语哈，所以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常常说的哈，古尼安、马鞍、神人来。好，那我们就开始哦，下一题，第一题我们一样哈，我们问句跟答句，如果你会写，你可以自己编你的问句，然后自己回答。但是如果还不太会的弟兄姐妹，那你可以按照我的问句，然后你就学着回答，这样子可以吗？好，那能不能好练习看看？我们从那个最简单的问句开始。好，第一题是乌马安，乌马安古尼，或者是乌马安给你安，古尼是这个。给你按也是一样，就是这是哈，马按什么？所以问句说这是什么？好，问人家说这是什么？我们按古尼，我们按给你按。好，那我们一样在我们的讯息栏里面，把你的答案或者是你的问跟回答写在讯息栏。好，我们就开始哦。大家们打好，好，大家们打没得嘞，安吉玛古谈那耶。好，你也可以慢慢思考一下，我要怎么回答，或者是，我要怎么样问句，我们练习来问别人这是什么，或者是那个是什么，好，或者是加一个人称，万一这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好，写看看，每一个人试看看，写着写，然后等下自己练习说，好，我看到改造了哈，改造好，你先念你的那个问卷，然后自己还有回答，好，改造寡腰。我们安古兰南，乌沙登古兰南，那是什么？那是青菜。对，他这样写是对，他是那是哈，古拉难那是哈，他说那乌沙登古兰难是沙登是蔬菜嘛哈，青菜古兰难那是，所以他写的这个是正确的哦，还能弄的好，可以试着看看哦，好，你用这个或是那个都可以，古拉，好，这给你按，给了按，好，古拉按，他写的是那是哈，古拉按，好，看到那个连眉，乌马安，给你按，好，你现在写哦是对的哦，可是那个第一句一个哈，中间要空格，要空格哈，然后呢马安给你按，好，这是什么？好，连眉有听见哈？好，修正一下哦。好，对，是这样。看到 Cindy， 好 Cindy 的，好 Cindy， 你念你的。好，来，等等。古尼，乌因比古尼，这是什么？这是笔。这是笔。好，古尼，好，我们按古尼，这是什么？乌因比子。古尼，这是铅笔。好，对了，好，很好，好，每一个写看看哦，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哈。你不会问句，那我学着回答，跟荧幕上我们按古尼，然后什么东西给你按，或者什么东西古尼，好。好，然后tanaman min dili hao tanaman 试看看，试着回答
好，我们好，刚刚连美那个乌要稍微空格，还有空一格。好，我们按古尼。好，譬如说乌达莫拉克古尼。好，乌罗尼。好，蔬菜哦，罗尼。乌罗尼给你按，主尼是吃瓜哈，或者是你用别的乌什么东西，衣服啦、帽子，或是物品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哈。好，我看到，好，卡拉鲁阿米迪列，勤快的写，然后顺便练习书写哈。好，连美的我看到了。的，哎，有马鞍古尼，有福鼎古尼。很好。我们按古尼，这是什么？五夫定古尼。好，对，很好，这样对了。这是鱼，这是什么？这是鱼。哎，对，是这样哦。然后minnan namai tanam dilihat tanaman kupu 都可以哦。你知道的都可以。我有点热。好，米顾老师的好 ，Kisumi 稍西埃米顾老师。Umaan kuni kuni，这是这是瓜牛。好，谢谢。嗨，我们安古尼这是什么？祖母栗，祖母栗这是瓜牛哈，我们阿美族最喜欢的哈，祖母栗。也有人说嘎祖母栗，好，我们那边的叫嘎祖母栗瓜牛。好他们海岸的祖母栗，好就是瓜牛哦，瓜牛这是瓜牛。好，然后好，我们第二来，我们就要跳下一格，下一题哦，这比较简单了哈。我们想说从最简单的开始来练习。好，苏贤的看到了，好，苏贤对。苏贤给说的。古拉古林奈古，那是雨神。好，请。古后面那个古逆跟古尼干嘛？古兰对对。古拉安，对对，我们按古拉安，变成古亚不是，我们按古拉。好，我林奈古拉，因为你问的是古拉，你还是回答古拉。如果你问的是我们按古拉安，古拉，对，你问的是古拉安的话，你回答就古拉安。你古拉的话，你回答还是古拉，还是那个不变。那如果是古亚，这样子古亚的话，古亚古亚安啊，我们按古亚，古亚就没有古亚安才可以，我们按古亚安那个，所以是加按就对，加按对。你按照你问的，如果你问的是古亚安、古亚南还是古亚安，你回答也是一样古亚安。就是你看你的问句回答，只有我们要改变的是马岸这个什么这个地方就要写你要说的答案。你问的是古聂或古拉都不变。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 ，Carry 什么 ？Carry 5，好 ，Kisuto。Hai. Uman Quranai. Uman Quranai. Ukupu Quranai. 好，那你中文呢？中文怎么说？那个是什么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杯子。古布。好，
好，谢谢。对吗？鼓部要有一个点吗？鼓部，好，对对对，要有那个喉舌音。对，对，要加那个喉舌音，对，就是这个符号没错吗？没错没错，太好了，对，鼓部，对，短音，对，好，它这里是用古拉阿奈，我们按古拉阿奈也是一样那个的意思，不同的说法哈，不同的说法，古拉阿奈，我们按古拉奈那一个那个的是什么？好，他说那个的是杯子，鼓部，好，杯子，好，再下一个，我看看谁，下一个，好，体育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常常听那个很会讲的，他们说 manga 是不是乌马安吉亚的意思啊？manga 那个口语化，他真的是简单的说了哈，习惯上了哈，就简短说了哈。我们manga这样的 manga， 好，我们按吉亚安应该这样说，我们按吉亚安，所以标准的讲法是乌马安吉亚安这样子，是不是？对，或是吉拉安。好，谢谢。好 ，Sandy， 好，等他们。嗨，我们按古拉五杀鸡古拉，那是什么？那是剑笋。好，谢谢哈。他说乌杀鸡古拉杀鸡那个杀那个地方要加一个你要用或者是短音，刚刚那个短音的喉舌音也可以。鸡，因为它是很短的鸡，对，你加一个喉舌音就对了。好，来，谢谢。来，现在很多垃圾了呢哈，在花莲、东海岸都有哈，现在要盛产了，到3月底到4月。好，垃圾好，还有吗？然后好，我都好，我们就进到下一题哦。好，等他们试看看。好，下一题。好，umaan ku你感恩难，我们按是什么？感恩是吃，好，你感恩难已经吃过了。我们按过你感恩难所吃的，努米数你的少问句了哈，你所吃的是什么？在哪？好，我们按过你感恩难努米数少。好，那回答看看试看看哦。然后你自己要问都可以，自己问加打，问句加打句哈。我们按是什么？古你感恩难所吃的，努米数你的。好，然后我自己的话，如果我会说turun atau sirau ku你感恩难rumahku，我说我所吃的是turun和sirau。如果我回答都按照这个问句的话，好，那你的呢？Manan kun miso， 好，等他们好，你delete，然后等他们你asip或是你sausi哟，哪里好？cimak ko menghargai to， 好，出来人以讯息栏，好，在讯息栏写一下。好，看他们好小白写好了，好，小白老师，好的，首先农民说，小白老师，你写好了哈，你来念你的。哎呦，小白老师没有听到哦。他又加一个还没写好了好，现在才是写完成了哈。好好，我帮他念哈。Ukuyu ku你感恩rumahku，他应该他的手太快了哈。你感恩应该那按。
你感恩难。好，小白老师，你感恩难。AAN 那个后面的感恩难那边改感恩难，你感恩难 A 啦 NAN 好，你感恩难好。awak kusuni no computer no magosa， 所以他刚没办法念哈。好，谢谢。对了，是这样，你感恩难吃的哈，所吃的是古柚，古柚是慢色古柚，哎，古柚叫什么去了？白笔芯哦，在连在，哎哎，妈古柚啥？我中文的中文古柚叫什么了？白笔芯号码多少？啊，好，白笔芯，好，黄鼠狼啊，豆柚，古柚，鼠狼啊，哎呦，那么好哦，他们有古柚可以吃哈，白笔芯哈，古柚好，古柚古你干那努嘛锅这样，他说他吃的是白笔芯古柚，好，顺便学习一些动物哈，古柚，好。老师有问题要请教您。好，那个问句上面那个勺跟那个好有什么不一样？哎，都一样是问句。我们按古你看那里面说勺，因为在这里的是用勺比较顺口啦。用好的话，你看哈，我们按古你看那里面说好不一样。好，那我要问句怎么分辨那个勺跟好怎么用？好，那我在这里哦，因为我这里的是呢这样子，对，你所吃的是什么呢？好，如果是好是妈的意思，好，譬如说好啦，好哈，他的做好啊，想一下那个好的问句，好。有没有好是妈的，是妈的意思，所以那我们这里是你所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说你所吃的是什么吗？不会吧？好，所以它会分别在这里，少是的话是呢的意思。好，这样有了解吗？谢谢老师。好，我说好，看到改造的哈，改造。好，换你。10分钟说。Umaan ko ni asaan no miso sao？你所买的是什么呢？Ulikot ko ni asaan no maku？我所买的是衣服。哎，对，很好哈。对。哎，老师，我问一下，我可以用米阿扎案吗？那个你改成咪也可以吗？可以啊，米阿扎案，对呀，在这里买的米阿扎案可以用咪呀。哦，谢谢老师。都可以啊，有什么太喜欢咪啊？因为有的地区是用咪比较多，米阿扎安啊，有人地区是用咪，好看你了哈。米干呢，可是吃很像是用咪，米阿扎的话可以用咪，米阿扎安，好，米阿扎安，好。通用的地方语。好，通用，好，翠云，杜翠云，好，你说多。好，翠云，等一多。杜翠云，好，翠云，Iraki so sao，Iraki so， 好，Anu ai， 好，还没写好了，好，现在写好了，好，你念看看哈。好，翠云，Umaan ko ni kaanan no miso sao。好，翠云。好，那翠云因为她没有听见我念哈，她说Ufutin ko ni kaanan no mago。他说乌夫丁古尼嘎南努马锅，我所吃的是鱼。好，乌夫丁鱼，尼嘎南所吃的努马锅我的。
好，再下一个是 Sandy， 嗨，好 Kisoto， Umaanku ni kaanan numisusao. O tatokem ko ni kaan numako. 你所吃的是什么？我吃的是大头根。大头根，好，很好，好，谢谢，好，对，谢谢，好，写得很好。乌达多根还是乌达多根？我们应该是大头根。对，所以是那个么，好。哦，嗨，谢谢。好，很好，谢谢。好，去书写的，好，安奈给说多了。书写给说换你了，给说多。我还没写完，还没写完呢。好，没关系。不小心按到 Enter。好，好，继续写哈。我们按过你个那努米说，好，我垃圾。好，过你个那努马哥刚有人写垃圾，好，也有人说无福定，好，过你个那努马哥，好，已经有人在写了哈。好，大都更，过你个那努马哥，好，又有人大都更，好，翠云，好，你写好了，我们。杜翠云，你写好，其实都好。Ukalang ko ni kaanan numako。好，中文。我所吃的是螃蟹。对，好，很好，谢谢你。嘎浪，好，在这里他说Ukalang ko ni kaanan numako。我所吃的是嘎浪，嘎浪就是螃蟹，好，螃蟹嘎浪。好，很好，谢谢翠云。好，去书写给说多。书写，好，换你念哦。好，等一下，我看。Umaanku ni asupan ni pagisao。左手所列的是什么？Ufafi no lutuk chifaki。不是，Ufafi no lutuk。古你阿苏班你发给发挥努力所列的是三组，我写错了，我要改一下。好，对，好，等下你改好再念一次，好，很难，好，再来，有点乱，有点乱了，紧张哦，好，再来记，好，连梅，陈连梅，好，其实都好。你个恩难，哎，好，中文。你吃的是什么？我吃的是肉。好，谢谢。好，我所吃的是肉。好，Umaan ko ni kaanan no misusao。他说你所吃的是什么呢？好，他说我弟弟。古你个恩努马古，好，我所吃的是肉，好，他写我吃的是肉也可以了，意思有到就好了哈。我弟弟古你个恩努马古弟弟肉哈，吃的是肉，好，谢谢。好，再接着下来 ，Sandy 订正了哈。嗨，好，首先哈子，大都根古你个恩努马古。我所吃的是大肚根。对，好，很好，谢谢，就这样写哈。嗨，谢谢。刚刚说好，书写的还没写好哈，书写，好，有了，好，好了。Ufafi no lotoku ni asupan ni fagi。叔叔所列的是三组。对，这样写是对的哦，好。正确的，我发挥猪，发挥努力读三猪，你阿罗班所列的，你发给好叔叔，好叔叔所列的是三猪，好这样子，好很好，谢谢苏贤，好，然后好，阿努阿歪都好，我们就第三句哦，接着哈下一句哈，好。
好，他在这里说妈妈安吉苏，妈妈安吉苏，妈妈安吉苏也可以哈。妈妈安吉苏，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好，常常我们可以关心一下那个看到脸有点不舒服，或者是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关心他说妈妈安吉苏啊，或者后面加一个称谓，妈妈安吉苏伊娜。妈妈按吉苏法基可以问他，好关心一下，然后他就可以回答说：妈妈按这个地方，阿拉拉。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阿拉拉，骨都说什么骨？我的膝盖很痛，阿拉拉骨都说什么骨？然后那你看你要写什么？好，妈妈按吉苏，好，你怎么了？你可以写问句或者答句，这两个都可以。如果你没有问句，你直接用我的来回答也都可以。好，一起来写哦。妈妈按吉苏，好，这是很平常说的。好，家里的人呢也是一样。小朋友回来看着愁眉苦脸，你就可以问他：你今天怎么了？我们也说妈妈按吉苏，你怎么了？好。看到小孩子在哭，说妈妈按吉苏，你怎么了？好，这样子。好，我看有没有人写了。好，我看到翠云，祝翠云，刚刚是修改的哈。乌拉，乌拉，你翠云这一句很像沙凳，翠云，你最后一句写的，你看一下。好，等他们扫先。我沙登古尼个安娜努马古，我所吃的是菜。好，你要看一下那个你的蔬菜有没有写对。是啊，沙凳，好像没有写对。好，对，改一下啊，蔬菜沙凳，好，很好。好，小白老师，因为他的那个麦克风坏掉，我帮他念哈。妈妈按吉苏，他说talak tak kufungo aku talak kufungo aku。好，我的头很痛，talak tak就是头就是一直在那个有时候头痛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脉搏会很像在一直有那个脉搏的波动的感觉哈。talak tak sako atata nufungo aku，意思是这样哈。好，小白老师，我这样解释对吗？talak tak kufungo aku，我头好痛。talak tak kufungo aku。我们可以写到一些新的单词，剧痛啦，他说剧痛哈，头非常痛，就是有时候头很痛，那个脉搏的那个头都会这样感觉脉搏的那个震动，非常痛。好，看到翠云的写好了，阿雷说，早先跟他们说，妈妈你说，嗨，等他们早先阿西奔，阿沙沙古马达古，我的眼睛很痛。对，这样写对哈。好，阿拉萨古马达阿姑，我的眼睛很痛。阿拉萨古马达，好，然后看其他的弟兄姐妹，看你是哪里不舒服。好，阿拉萨什么东西，好，或者是别的也都可以。好，改造好了，好，黄改造技术多。妈妈按几班奈，马扎休都精啦。这我中文写错了哈，班奈怎么了？他饿了。他很饿了，他饿了哈。好，很好，谢谢。妈妈按几班奈怎么了？马扎休是肚子饿哈，马扎休都精啦，他肚子饿了。马扎休都精啦，马扎休肚子饿。好，他肚子饿了，他饿了。好，很好，要给他吃晚餐啦。好，莲美，好，陈莲美，你说多。Maan isu ina. Arara kumata
古，好，我少写那个。rasa gumata。好，还有我没有写好，到。好，没关系。rasa gum 好，你再写上去哈。好，你前面写对，妈妈安给属于那，你是在问妈妈嘛哈？你自问自答，那个妈妈也是你哦，是吗？妈妈安给属于那，好，你自己回答说阿萨萨古玛达阿古，好，你刚说还要再补写哈，再补写一下阿萨萨古玛达阿古的眼睛很痛，好，好 Sandy 好，嗨，嗨，妈妈安给说，阿莎莎古干嘛呀姑？你怎么了？我的手很痛。很好，很好哈。妈妈安给说，你怎么了？阿萨萨古干嘛阿姑？我的手很痛。好，阿萨萨古干嘛阿姑？我的手很痛。好，很好，写得很好哦。好，伊娜。好，点美，你应该是要写阿姑吧？阿萨萨古玛达阿姑这样子。好，伊娜，你写对啊。对他，伊娜有，对，刚刚没有发现。好，谢谢你自己修正了哈。伊娜，对，这样子写。好，伊娜。好，翠云，你说多。嗨，妈妈安吉说，阿莎莎果爱。阿萨萨国哀，还有一个我呢。阿姑，我修正。对，好，那个米数那个边应该是妈妈安给书，不是米数哈。可能是因为英文打出来的时候，它就变这样子。对，他有时候跳出来哈。对了，妈妈安给书，好，米数是你的意思。好，你怎么了？好，米数哦。好，再来阿萨古哀阿姑，好，再加一个阿姑，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写得很好。好，然后好，连美修正了阿萨萨古玛达阿姑，好，连美这样可以。好，翠云。老师，那个我爱有没有喉塞音呢？我爱有呢，有，谢谢你提醒。翠云，我爱那个那个有那个咽喉音哦。好，所以你再念一次你的翠云。妈妈爱你说阿萨萨古，我爱阿姑。对，我爱有没有？我爱有咽喉音，所以那个我爱后面的那个对，这样对了。好，你这样写对了，你们很快呢哈。很快就写好了。对，阿萨萨古我爱阿姑，我的脚很痛，我爱，对，这样写对了。谢谢改造。有时候就是眼睛就是这样，有时候不会没有注意到。好，还有吗？我们就下一题哦。好，然后好，苏贤，好，给说多，还有一个，好，苏贤。妈妈给书，你怎么了？马路来古法路做阿姑的心很累。哇，很累呢，很辛苦。好，马路来，好，马路来，那个 L 应该改为 R。马路来古法路做阿姑的心很累，心痛，心痛，我的心很累。好，马路来，好，那个 L 改为 R，好，可以了，好，可以了。那我们换下一个来。好，第4句哦。好，都是很平常在说的对话哈。米玛阿奈吉苏伊玛蒂尼，米玛阿奈正在做什么？米玛阿奈正在做什么？吉苏你伊玛蒂尼现在，好，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好，写着看看哈。米玛阿奈吉苏伊玛蒂尼，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好，同学们好，同学们你在做什么？好，答案都可以，不一定是你现在在做的情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写的，我要在做什么。
米玛安奈技术伊玛迪尼，好，也可以这个时候看电视啊，好，看电视或者是写字、看书。我现在正在做什么？我现在正在做什么？好，如果有的不会写，但是中文知道，中文你怎么说也阿美语要怎么写，可以问一下。那有人问我们，马上可以帮你写一下你想要写的那个阿美族语哈。因为有的人可能那个阿美也还不是那么的好。好，minanamai ho iraku kafkilan， 有的还不会，可以问一下。我们现场很多人很会，马上就可以帮你把那个单字写出来。好，当他们哟，ima anai kisu ima dini。啊，如果我说我看电视哦，mi nengai gaku tu televi ima dini。mi nengai 马按改为你的那个在做的事情，好，你能爱看，aku tu televi ima dini。好，现在好，智慧的，好，写好了。好 ，kiso 等他们智慧10分。Mi maanay kiso imatini. Minanamay kako tusuar nupangzah isarilan。哇，很好，好，中文念一下中文。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在线上学族语。对，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哈，好，谢谢你。好，他现在写的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形哦。好，你可不可以写？写得很好。ima anai kisu ima dini。他说 minanamai 学习 minanamai gaku 我在学习 tusuanu bangza 主语好 suanu bangza 好说主语一 salilan 就是线上。好，我们可以写到几个单字哈。minanamai gaku 我在学 suanu bangza 阿美族语。好，沙利兰在线上。好，他说我在线上学族语。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形。好，他写得很好哈，谢谢智慧。好，我们就可以学习像他这样子。好，我正在。老师，请问一下，他那个沙利兰是那个沙利那个网子的意思吗？对对对，沙利兰就变成现在，因为沙利是网嘛。然后呢，我们现在线上就是网络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写说线上都改为沙利烂，好沙利烂。好，也有人说扎赖，扎赖也是线上，扎赖的意思是扎赖是线，也是线，扎赖是线上，沙利烂也很多人这样说，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统一，可是我觉得。就那个意思有到了，沙利兰很多人也是这样讲，伊扎赖也有人说伊扎赖，好都是线上的意思。好，谢谢智慧给我们学习哈这些单词哈，写得很好。好，然后还有没人写好了？好，你可以不用问句，如果你我直接回答也都可以。好。我看到黄嘎照，好，其实都。米玛安奈吉伊娜伊玛迪尼，妈妈现在正在做什么？你当当爱吼金拉伊玛迪尼，她现在还在煮菜。好，很好。他说米玛安奈正在做什么？吉伊娜妈妈，好，伊玛迪尼现在，好的。现在妈妈在做什么？好，他说米当当爱和米当当爱正在煮，和的话就是还没有完成嘛，还在煮的意思。米当当爱和还在煮。金拉他指的是妈妈。伊玛迪尼现在，他说他现在还在煮菜。好，写得很好，谢谢打造哈。你当爱喝就是还在煮，还没有煮好哦。
请拉他就是指妈妈。好，伊玛蒂尼现在。好，很好，谢谢改造。好，好 ，Sandy，给说多。嗨，我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好，等他们没关系。嗨，你们来给说伊玛蒂尼。Mi rumah liwai kaku imadini。我现在在唱歌。好好，谢谢。蒙爱哈，你好。好，喊您好。Mi rumah liwai kaku imadini。我们唱歌很少说 mi rumah liwai 就直接 rumah liwai kaku mima anai kisu imadini。rumah liwai 后 rumah liwai kaku imadini。唱歌啦，唱歌，嗨，就不要加那个咪哦，咪嗨，再唱歌就 Roma Liu， 好 ，Roma Liu 那个歌还这样，好，谢谢 Sandy， 谢谢，好，唱歌叫做 Roma Liu， 好 ，Roma Liu 外就是在唱歌的人或是正在唱歌，好 ，Roma Liu 外个歌伊玛蒂尼，好。我现在正在唱歌。好，看到小白老师的哈。Mima anai kisu imadini mi wigai kago tu tabila。好 ，mi wigai， 好，它这里是 mi wigai 就是边吧，边，它那个边。正在边啊，不是旁边的边啊，老师边圆柔哈，米微盖。好，那有人说边的话，米独立盖独立边哈，米独立好边，他在边那个达比拉就是那个我们圆的那个盘，那个圆盘的那个盘子哈，好，他在边，他是米微盖嘎锅的达比拉，好。那我们有的会说米独立也是边，米独立读达比拉卡哥也可以哈。好，谢谢小白老师。体育老师，嗨，体育老师，那个吴老师的声音好像都录进来，他讲的。他的秘密我们都听到了。他在讲电话，你在外面打了，好，可以咯，好。小白老师的好了哈，那他先那技术伊玛蒂尼米维贵盖嘎古杜达比拉，好，刚刚讲过哈，米维贵盖边那个圆柔盘子圆的，好，他边那个边写错了啦，因为编织的编，好，小白老师国语编织的编，好，看到Sandy，好，你念一下你订正的。好 ，Sandy。嗨，Rumah liwai kaku imadini。我现在在唱歌。对，这样子听起来比较顺。好，谢谢你哦。来，谢谢。好，陈连美，你说多。嗨，Minanam kaku tu tienau imadini。这样老师可以吗？可以啊，可是米娜妈应该加一个 ay 后面比较好。正在做米娜妈嘎咕的电脑，对，马蒂尼，对，对，这样就没问题哈。好，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他改了编织的编，好，他们都谢谢小白老师，谢谢你。婷米老师，我问一下哦，那个小白老师写的米维是不是跟那个米独立是一样的意思啊？对啊，我刚刚就说我们有他们那边，他们恒春的可能是这样写啦，米维地区啊，我们叫米独立也是一样，是编织的意思。好，因为小白老师的那个他电脑没办法有声音啊，要不然你就问他。我知道他们有人讲米维。我们叫做米独立是编织的意思。好，等下有人顺便查字典一下 ，week 米维盖，好，可能是有些是地区的话啦。
啊，好，谢谢小白老师。好，然后还有没有人写？好，这一句哦，咪嘛安奈吉苏伊马蒂尼。好，咪嘛咪做什么？哦，那个谁听到他声音？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一节先休息哈，先上到这里，等下一句，等下一个钟头我们再继续。那我们现在是7:55，然后到8:05的时候，大家再进来，好不好？我们是的意思哈，所以 week 这个刚小白老师 me week guy week 是编制的意思，跟 do lick 是一样的。好 ，alright， 好，我们现在继续我们下一题哦。好，这个念得好。好，ma an， ma an 是各式各样的意思哈，各式各样。ma an， 好，各式各样。tu ku pinaluma no misu pinaluma， 我们说种叫做巴罗马种植。好，那我们这里写上是宾拉罗马，变成是你所种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说农作物。好，宾拉罗马，好，农作物。乌马阿玛安有哪些？都古宾拉罗马努米说。那我们就中文给他说，你所种植的农作物是哪些了？我们阿玛安类似这样是有哪些东西？我们阿玛安都过比那罗马努米说，好，你所种植的农作物有哪些？好，但他们大米地里好，地里生你的答案安努曼过你巴罗马安努米说，安努在比巴罗马给说，想象一下哈。你虽然没有种什么东西，我们想象一下你看过的农作物有哪些？好，你所种植的有哪些？好，这一题哈，来，我们来练习。Tanaman kami tidak tahu, umaanku maharap dengan numiso tu 农作物，umaamaan tuku pinaloma numiso。好，你所种植的农作物有哪些？好，anu mako ni tanaman ako hao， 我会说我种的很多，也可以说阿里嗨果你巴鲁马安mako种的很多，各式各样都有。好，伊拉古什么东西？还有伊拉古马安，伊拉古什么东西都可以写上去。我是直接回答也可以哈，伊拉我们阿玛安，好，你就说伊拉古苏龟，还有什么？现在那个赛刀啊，伊拉古一则啊都可以哈，这个都是一般农作物有在种的东西。好，当他们阿米地里好，然后练习来写农作物有哪些。好，那他们大米做米的，我们阿玛安是各式各样。那在这里就拿来有哪些？我们阿玛安都古比那罗马努米说，好，你所种的有哪些？哦，看到那个好，崇美老师达利，他说达利芋头哈，还有达利，好，还有吗？还有。好，嘎造的，好，黄嘎造，好，写好了。好，但他们你阿西有班奈阿杜哈菲古宾那鲁马努马古，我所种的农作物是稻米和小米。哈菲是小米的意思吗？对对，哈菲是小米。好，班奈是稻米。好，谢谢嘎造，这样解对了。好，他说我班奈。atau hafai ku pinaloma no maku， 我所种的农作物有稻米和小米。好，那么好，第二天我按马的哈登来说，
我们安古比那罗马努米说，或者是我爸爸的比那罗马也可以，妈妈阿哥也可以。好，我妈妈安古比那罗马努妈妈爸爸。好，那说我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安伊拉古马哈拉登盖好，伊拉古古朗，或者是咖喱蛋，咖喱蛋是我们叫长豆哈，豆豆长豆咖喱蛋。好，还有呢，玉米呀、哦，有人写了呢，好，很好，好的 ，Sandy 啊，那么基础都基础你。Mama tuku pinarumanu akong alilay ato kulasing ko pinarumanu akong。akong 种的是玉米和花生。好，很好哈。这样，我妈妈按读过比那罗马no阿公种植的有哪些哈？农作物，他说我阿里赖我忘记现在阿里赖那个要换热，对，要 r 哈我里要有咽喉音哈里。阿里赖是 r 两个都 r 哈，阿里赖哦，还古拉星古比那罗马有阿公，好，阿公所种的只是玉米和花生。好，更正一下那个阿里赖，好，可是再问哈，比那罗马和米巴罗马案一样的意思吗？比那罗马是所种的东西吧，所种植的农作物，米巴罗马案就是种的，米巴罗马案所种的跟比那罗马意思是一样的呢。比那罗马和米巴罗马案是一样的意思，只是用的那个词是不一样。米巴罗马案是曾种过的什么东西，比那罗马是已经种好的东西有哪些了？所以老师，比那罗马的意思比较是指定的农作物，是不是？就是比那罗马，就是你已经种了有哪些东西。比那罗马，我们按过你比那罗马，你说你种的是什么？比那罗马你所种的是什么？米巴罗马案是已经种过了。米巴罗马案那个我已经种的东西了，就是以前曾经种过的意思，是不是？米巴罗马案对，米巴罗马案。这样子解释对吗，老师？好。看情境回答。对。看情境才要说。他说看情境说了哈，米巴罗马案跟米巴罗马案。好，我看那个好，森里已经订正了哈。我阿里赖都古拉辛古米巴罗马案阿公，好对哈，阿里赖对我这样写。好，谢谢 Sandy。好，再来你苏贤，好，基础多西本。苏贤，等一下，我找一下。你还在写啊？没有，我看一下。对，好。Bunga atau lapotku pinaluma aku。我种的物是地瓜和地瓜叶。bunga atau lapot 地瓜和地瓜叶，同一个东西呀。地瓜lapot 地瓜叶地瓜其实是一个东西嘛，一个东西哈，一个是下面，一个是上面。对，是这样说，所以是你应该是只要写也都可以啦。好，地瓜，好地瓜叶，好，有人讲地瓜叶也叫做曼达加地瓜叶。高边好，也有人说古边好，地瓜叶古边或是高边好，
地瓜叶，好，不同的说法。好，谢谢苏贤。好，马少嘎鲁夫，好，其实都好。Umaamaan toko pinaruma numiso iraku tefe sokui tayarin ko pinaruma numako 我所种植的有雀豆、木鳖果，还有苦茄。好，哇，你讲的很那个呢，很有那个呢，哇，很道地哈。我妈妈安还对他这样子讲是对的。我妈妈安有哪些？古比那罗马努米苏啊，你所种植的是哪些？他说伊拉古的啡知道吗？大家那个豆，的啡，慢的给你大家。还有一种说法是的啡，还有一种说法我忘记了。我们那边也，还有一种说法的啡哈，那个豆雀豆和然后呢，好，苏桂木鳖果木鳖子木鳖果啊木鳖果哇，这顿要给它好果子哈。好，再来大鸭令。好，就是现在我们阿妹最喜欢吃的哈，像那个轮胎的小小的茄子一样，轮胎好，有人叫轮胎苦茄，大鸭铃果，比那罗马努马果，哇，好丰富哦，你种的很多，大家都喜欢的，都喜欢吃的哈。好，谢谢马少，写得很好，也念得很好，你很会了哈。好，再来。智慧，其实都智慧。哎，Umamaan tuku pinaluma numiso, irakulapot, kumiut, kalitang, tayaling, atau tamorak。中文是有，地瓜叶，好的，好，还有我手瓜，还有。红豆咖喱蛋，轮胎，大鸭铃，还有南瓜，大木拉，哇，种了很多哈。好，谢谢智慧。我们看到有时候在乡下那个阿塞米达哈，爸爸妈妈有时候种的，就是都会有这些东西哈。有时候一小块这些都有哈。我常看到的，然后小时候也是地瓜叶啦、佛手瓜。长豆、轮胎还有南瓜，好，这是真的是我们努米达乌邦查高拉汉啊，拉登尼巴鲁马安好比巴拉安好自己的萨西纳弗兰菜园，好，谢谢智慧，给我们很多写了很多的那个蔬菜哦，拉布好，刚刚前面有讲过地瓜叶，佛手瓜叫做古米奥，好，古米奥。还有轮胎打压令，还有南瓜达木拉达木拉，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蔬菜的农作物，好，谢谢智慧，好，去莲梅，其实都莲梅，好，首先阿西本努米说，嗨，乌马阿马安古杜对。Bina aluma no miso. Iraku pauli mami atau tamura toko bina roma. 好，中文。中文我所在这边改掉了，在这里种植香蕉、橘子和南瓜。好，我看一下哈，好。Iraku pauli 对哈。马面好，橘子阿杜汉达摩拉果不要读了，好，这里就不要读了哈。伊拉古包里马咪阿杜达摩拉果就这样好，不要读果宾拉罗马努马果，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很好哦。中文这样翻对吗？对，我有种也可以了，我手种子我有种香蕉。橘子和南瓜，对啊，可以啊。好，我们本来说我所种的农作物所种的，我有种，有的不应该，
我有种香蕉。好，可以这样子翻译也可以 ，OK 啊，谢谢老意师，识有到就可以哈。谢谢啊，那个度不要就好了，我们写的时候度不要，好。tamurak 后面的度可以不要。好，哎呀，谢谢。好，汪秋一局长换你了。Bapak aku Cipanai，好，那马老师好，马老师，嗨，谢谢。嗨，你的下一个，嗨，等他们我看的是下一个，嗨，就是下一个有中文的那个。好，我看到了。好，我阿里来阿杜达利阿杜巴奈古比南路比南马努马古。很好，好，中文。我所种的是玉米、芋头和水稻。好，很好，谢谢。阿里来阿杜达利阿杜巴奈古比南努马古。很好，你看越来越念越好呢。哇，马老师，哎，很好。谢谢。哎，常说，你看你旁边还有老师呢，汪老师。对，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老师在旁边，他也学得很好。有我阿里来玉米阿杜和达利芋头阿杜巴奈古比那罗马罗马古我所种的哈。通常有时候我们说我阿里来我达利，好，最后的那一句我们才会再加阿杜巴奈，可以这样写，就不要每次和比如玉米和达利和巴奈。我们只有在最后一句的时候再写阿杜就好了，可以这样子写也是可以啦，但是最好是在后面的时候才会叫阿杜，最后一个把奈这样子写。好，谢谢马老师，你念得很好，进步很多咯，谢谢，谢谢。好，然后看一下，好，按awak tu好，我们就下一题好，ke-6好。好，这个是sama anan 是要如何哈 ？nuniam 我们mitlama 是协助或帮助 disuanan 你，我们说要帮助的人是你啦 disuanan sama anan nuniam mitlama disuanan 好 sama anan 如何？我们要如何协助你呢？好，想看看一下你的想法和什么啊？那要如何？我们努尼亚是我们米拉玛协助迪苏安南，什么安南努尼亚米拉玛我少了一个，应该加一个一迪苏安南，以迪苏安南再加一个一哈。那个好，迪苏安南好，再加一个好，然后写着回答哦。什么安南好，等下再改一下。什么安南努尼亚，我们如何协助你呢？好，安是安好。什么安好，就要帮助我，或是怎么样？什么安嘎哥好，请帮助我做什么？我是这样写，如果是我的，什么安嘎哥米利波杜我。好，帮忙我照顾一下小孩。好，如果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别人有困难，我们可以请问他，你需要我们怎么协助你呢？好，你需要我们怎么协助你？意思是这样哈，我们如何协助你呢？什么呢？我们如何？努尼亚是我们米拉玛协助迪苏安难迪苏安难，我这边少写一个一哈。怎么样协助你呢？好，那能不能打好？你要怎么协助？好，自己想一下。老师，请问一下，那个帮助可以写那个米巴上吗？就是米巴上也可以帮忙。米巴上比如说，如果是这样，sama anan nuniam米巴上以迪苏安南也可以，米巴上也是帮助的意思。好，米巴上。好，米拉玛协助，好，可以，都可以。好，
好，等他们好，写看看，你需要怎么样让人家来帮助你？它是小要求和大要求都可以哈。练习写字嘛，好，写字跟说，练习写跟说，好。那么sama anan nuniam ni sama disuanan， 我们如何协助你呢？我们要如何帮助你？好 ，sama anan nuniam mi pasang， 刚刚那个卡照说mi pasang也可以mi pasang i disuanan， 好，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好，你们一面写的时候，我先看一下那个联美订正的哈。Iraku Pauli Mami atau Tamoraku Pinaloma Nomaku， 好，他订正对了哈，联美这样可以了。好，好，再继续写啊，下一句第6句写看看，等他们按你 delete， 好 ，samaan kako 或是 samaan kako mimaan。你ajak tu Saturn， samaan kako带我去医院也可以，请帮我带我去医院呐，或是去载我一下到火车站，请帮助我哈。samaan kako padaira 以医sinh把医sinh安好医院，好，这是帮我载我到火车站啊，好都可以。samaan kako 好做什么？samaan kako 帮助我，好做什么？好，书写写好了哈。好，好的，书写给说来10分。Sama namu kaku minanan dosua nubanza， 你们要帮助我学习阿美语。很好，你们要帮助我学习阿美族。samaan samaan 就是帮助哈。nunamu 是你们，好，kaku 我做什么 ？minanam dosua nubanza。学习阿美族语，好，谢谢你很认真哦，很认真啊，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学哈，他是我们的那个学习的对象百让可以给，你看他第一次考直接考中高级就考上，太厉害了哈，他是很认真的在学了，好，然后好写看看哦，好像有点难是吗？好，没关系，写一点点也可以。samaan kako， 做什么 ？samaan kako 帮我清扫家里了。mi asyik di rumah 或者是清扫什么？好，慢慢写哈，慢慢写，然后写看看。sama anan nuniam mi sama disuanan， 好，可以说 samaan kako你当tu Saturn 也可以先帮我煮菜，我现在没空。samaan kako 绑扎刚对你看我们都没有，我这样念过去没有。绑扎对了，应该是这样讲。苏显自己发现，他自己订正哈。好，然后你点来好，写看看，或者你用说的也可以。好，你写不出来，好，你用说的也可以。好，马少卡鲁夫，好，写好了没？好，什么？Ananiam milama。Itisuanan， 我们如何帮助你呢？Pazaliu to paiso itakuanan miaca to tuami macahiwai ko tiar aku， 借我一点钱买面，我的肚子很饿。
哎，好，很好，写得很好哦。你看，哦，他可以这样写哈。他说，好，直接念那个他的回答哈，因为我们题目都一样哈。来，86是借，好，86都白数借钱，好，借钱86都白数，一大瓜难就是我借钱给我哈，借给我钱，他讲好啊，米阿扎都多米，米阿扎是买。啊，多米是面哈，你阿扎都多米好，买面借我钱让我买面，马扎黑歪都马扎黑歪古迪亚aku应该马扎黑歪古迪亚aku好，我的肚子很饿，哎，写得很好，马少哦，写对了，很好，马扎黑歪古迪亚aku好，我们可以这样写哦，86个都白说。借我钱，好，你看86都白说一大关难啊，你阿扎都多米，马扎黑歪古迪亚阿古，哦，写得很好呢，好，写得非常正确，谢谢马少，好，好，谢谢，好，谢谢你，好，嘎招，好，我不知道第二句对不对哦。好，没关系，试看看。Sama anan numisu mi pasang itakuanan，你如何协助我呢？Sa itilen numaku kisu，我为你加油。哦，那这个回答的人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回答上，好，为你加油哈。好，等一下我看一下。Sama anan numisu，你要如何啊？mi pasang itakuanan，帮助我，你要如何帮助我？好，Sa itilen numaku kisu。你的意思是说我为你加油啊？对对对。好，Sa itilen，帕上，那怎么说好？我连讲，我为你加油，我为你加油。Sa itilen，你比Sa itilen，我为你加油，怎么讲？我连讲，我为你加油。我为你在这儿是加油，也是没错哈。在这儿那么多，其实pasangan aku kisah ni pasangan aku kisah你在这儿，我为你加油啊，应该我帮你加油哈。Samaan，好，前面有一个是samaan aku，我协助你，samaan aku你摆这儿，你摆这儿，di suan。samaan aku你摆这儿di suan，这样子说呢，我是这样想的。好，老师你再讲一次。samaan我帮助你，帮你加油。samaan rumahku kisu你摆这儿。我们没有加油这个字。没有加油这个字。这样子可以吗？samaan rumahku我为samaan我帮助你你在这儿，努力用力哈。我帮助你加油，在这儿，我们也可以说，努力吧。好，我帮助你再努力，好，加油的意思。好，加油在这儿。samaan rumahku kisu你摆这儿，好，可以哦，这样子。好，我为你加油，类似是这样。好，我为你加油。samaan rumahku kisu你摆这儿。好，然后后面还有没有我怎么帮助你？samaan aku你做什么？好，samaan rumahku kisu你摆这儿，好，我为你加油。好，看到那个汪处长的刚刚修正的哈。那个马老师还是你念好了，修正的。好，
好，马老师。好，马老师好。O alilai tu o alilai o tali atu panai ko bina luma numaku。很好。我所种的是玉米、芋头和水稻。好。Hasasa ko kamai numaku tamaan kaku a misa hermai。我的手很痛，请帮我煮饭。耶，好，很好，很好哈。好，订正那个对了哈。好，他说好，这一次这个第6句的他的回答是阿萨萨古甘麦努马古。对，萨玛恩嘎古米萨和麦，对，很好，就这样，嘿，很好。来，老师马老师再念一次。阿萨萨古甘麦努马古萨玛恩嘎古阿米萨和麦。很好，好。很痛，请帮我煮饭。对，好，你是谢谢老师，谢谢，你是在跟那个汪处长求救哈，请帮我煮饭。好，很好哦，好，写得很好，对，这样子，我的手很痛，所以请帮我煮饭，好，帮我煮饭，好，很好，好，iraho，我们第来，anu awak都好，这一题我就进到下一题，好，如果你还在写一半。继续写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是要一起来那个来看哈。好，下第七题哈，这比较简单了哈。乌萨比马安是做什么用？乌萨比马安是做什么用？古尼这个或是给你安嘎碎是木材哈，这个木材是做什么用的？好，这个木材是做什么用的？乌萨比马安，好，我们也可以说，哎，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我们也会常可以问别人的时候，看到这个，哎，我知道这个作用是做什么，我们就可以问人家说，乌萨比马安给安什么东西？如果东西你不知道没关系，你就可以问他说，乌萨比马安给你安，这是来做什么的？好，然后老板就会告诉你，这个是拿来做什么做什么。好，这是我们常用的问句哦。好，试看看哦。好，打那么米大米的列好，乌萨比马安，乌尼或者是乌萨比马安给你安嘎碎。好，这木材是来做什么用的？好，写看看。好，你看你木材要做什么用？好，如果你不要用我的嘎碎，也可以用别的问句，你斜着写另外一句问句，然后自己再回答，不一定用我的哦，你可以再制造一个问句。好，当他们你的列好，maan usapi maan kini an 什么东西？好 usapi maan kini an 什么东西？好，你可以自己改。好，用你的想法或者方法，然后再自己回答，好，我自己写的话，我萨比马安给你安嘎碎，这个木材是做什么用的？我会说，我萨比ringo no mato asai给你安，我萨比ringo 拿来烤火用的。Usabi ringo no mato asai kini an， 如果是我是想到的是这个答案哈。他说这是老人家要拿来烤火的，这个木材是那个老人家拿来烤火 ，ringo 烤火。好，我看到有人书写好了哈。好，书写给说好，等他们你稍息。来。Usabi maan kuni aga sui， 这木材是做什么用的？Usabi saluma
古尼阿嘎水，这个木材是用来盖房子的。好，很好，对，好，这样是对哈。沙比沙罗玛，好，沙比用来沙罗玛是盖房子，沙比沙罗玛盖房子，古尼这个阿嘎水这个木材，好，很好，写的可以哦，很好，谢谢苏贤。乌沙比沙罗玛古尼阿嘎水，这木材是用来盖房子的，我们写到盖房子叫做沙比沙罗玛。那如果不要用沙罗玛是盖房子，沙比沙罗玛用来盖房子。好，很好，谢谢苏贤。好，再来记嘎糟，好，嘎糟技术多。乌萨比马安古尼阿白树，这笔钱是做什么用的？乌萨比迪里古尼安，这是读书用的。好，谢谢。沙比马安古尼阿白树，好，白树钱，这个钱是做什么用的？沙比迪利读书哈，用来读书。古尼安这个好，这个钱是用拿来读书的，好，不要乱花，这样子哈。好，谢谢嘎造，好，这样子写可以哦。好，沙比迪用来读书用的。好，然后好，咱们呢，米迪列试看看哈，练习写跟练习说看看。好，自己像嘎造一样制造一个句子。好，沙比马安古尼啊，白树这个钱拿来做什么？好，你可以改，你用别的。好，你来做什么用的？好，自己再回答。好，然后好。Usapi ma'an kuni kasui 好，看到那个马少，好，马少来，谢谢。Usapi ma'an kuni fintang 这个脸盆是做什么用的？Usapi zaratu lusa numaku kuni fintang 这个脸盆是我用来接我的眼泪的。哇，感动了。好，接叫做沙比扎萨，是吗？沙比扎萨，接眼泪，嘿，沙比扎萨，杜鲁萨是眼泪，好，接眼泪的，哇，眼泪很多呢，哇，真的是，伤心呢还是喜乐的哈？好，沙比扎萨，这练习写哈，这样你看我们就这样看到一个比较深的词，沙比扎萨，好，眼泪，好，好，那有人叫做沙巴达萨也可以，沙巴达萨杜鲁萨，好，沙比扎萨杜鲁萨，好，都可以。好，这样脸盆哦，好，第一次看到哈。fin当脸盆，fin当通常是那个阿鲁米那种的哈，铝的或者是铁的fin当脸盆哈。Usapi ma'an kuni fin当这个脸盆是拿来做什么的？好，fin当好。Usapi zasa dulusa numaku kuni fin当好。这个脸盆是用来接我的眼泪，哇，感动哦，马少年很会写呢，真的写得很好，好，然后好，我看到那个好智慧，好，其实都Usapi ma'an kuni kasoy. Usapi ngiru nuniam tu kasinawan. 冬天烤火取暖用的。好，很好，谢谢你。好，沙比尼肉，好，烤火。尼样我们都嘎西恩拉万，冬天嘎西恩拉万，好，这样子写哈，好，很好，谢谢你。好，写对了，我们这样子可以写到很多单词哈，单词沙比尼肉啊。好了，用来烤火，好，kasih enawan，
冬天好，嘎西那万冬天好，冬天烤火取暖用的，好，很好，谢谢智慧，好。然后usapi maan kuni akasoy usap， 还有没有写一半的？好，然后好，anu awak tu， 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哈。好，下一题哈。好。好，我这个太那个好，这一题是这样子，好，那个距离太大了哈。Iraku masa ma'anai Iraku 有哈 masa ma'anai 好，各式各样哈，各式各样哈，好，什么样的意思啊？在这里是答案上什么样？因为 masa ma'anai 什么样的？好，通常我们是 masa ma'anai。意思是各式各样，很多种哈啊 ，binanuang， 好，在这里 binanuang 是动物的意思，跟那个aasuben 好aasuben 也是动物，好 ilodok 在山上，意思是说在山上有什么样的动物吗？好。Iraku masa ma'anai binanuang 或者是aasuben ilodok 好 binanuang 动物，其实 nanuang 是那个动的意思，晃动哈。好，那在那个字典里面，它就写 binanuang 是动物。那aasuben 就是猎物嘛，猎物aasuben 就是要狩猎的动物，所以我这里就把它写两种，好，看你是要用 binanuang 还是aasuben 都可以，好。Tanaman kami dari Iraku masa ma'anai binanuang aasuben ilodok 动物很多了哈，现在是要练习写动物的那个有哪些动物。好，你一面写好，一面想看看，然后再写好。我顺便看好讯息栏这边，好，看到那个汪秋一就是处长，好，那一定是马老师的咯。好，马老师，好，我更正一下。好，来更正一下。好，蓝凳写错了。好，没关系。好，慢慢写哈。我沙比丹都打凳古尼古睡卡睡，都写错，字都打错了。好，我再订正一下。好，再订正就好了，没关系，再念一次来。我沙比丹都沙凳，好，沙凳这边也是。古尼嘎睡很好，在中文是这是我煮菜用的木材。对，好，很好，好，可能就是要修正了哈。沙凳这边，好，沙凳还有嘎睡，对，好，你也发现了哈，好，谢谢你，好，再更正一下，嘎睡，对，谢谢。对，很好，念得很好，进步很多。好，然后好改来，我Iraku masa ma'anai binanuang ilodok 在山上有哪些动物？好，你可以说Iraku什么动物？好 ，Iraku fafoy， 好Iraku fafoy atau siri ilodok， 或者是你知道的山上的动物，好，有哪些？好，aasuben， 好，动物aasuben， 好，写看看哦，好。你写Iraku masa ma'anai binanuang aasuben ilodok
对，谢谢。好，好，那个我看到，纯梅老师，纯梅老师，好，要不要念一下你的？好，好，谢谢，请。Iraku rawar atau mangzer， 好像中间有少一个，不知道少接什么。Alupen ilutuk。好，中文是，你的中文是。中文是。有。等一下，在上有飞鼠，还有山枪。好，好，谢谢，好，写好了，出门好，Irawa是飞鼠哈，Atu manzer 山枪，应该是你少写一个，少写一个 ，Iraku lawar Atu manzer Atlupen ilutuk， 好好Atlupen 前面再可以加一个Atlupen ilutuk。他说在山上的动物有飞鼠和山羌。好，很好，谢谢纯梅老师。好，阿鲁笨前面再加一个就可以了哈。好，然后我看到那个马老师的更正的，好。更正的哈，马老师你要再念一次吗？好的。sapi dandan tu dadan sadan aku tukuni aku sui。很好。再念一次。好。sapi dandan tu dadan aku tukuni aku sui。这是我煮菜用的木材。好，很好。sapi tang， 好 ，sapi tang 煮沙凳，好，煮菜用的，好，很好，谢谢马老师。好，看到一个了，来，彭米粒板奈，好，换你咯，其实你阿西拜，厉害过马萨马奈Alupen ilutuk Iraku favoy atau dumai。哇，好，中文。在山上有很多动物，有很多可以猎的动物，例如有山猪，有熊。哇，好，很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杜麦现在很少看到了哈，熊，好，他说阿里海古很多，阿里海是很多，古马萨马阿奈鲁本各式各样的。动物好，一路都在山上好。Iraku favoy atau dumai好，有猪和熊dumai，哇，谢谢你写得很好，dumai现在很少了，看不到了，但是我现在是保育类动物了哈。对，我是故意写什么动物？很好，谢谢你哈，马萨马安奈，好，很好，各式各样的。好，接着是马萨。老师是不是少了一个啊？对，他少了，他打米粒那个哈，是吗？红米粒的。Akihaiku masama anai Atlupen ilutuk Iraku favoy atau dumai， 他的没错，他有好。看到连美，好，陈连美，好，其实都好。Iraku lutung tapi Atlupen ilutuk。好，中文。山上有猫头鹰、牛、猴子和山猪。好，很好，谢谢你，要写对了。好，Iraku ekong， 好，猫头鹰 ，Gulung， 好，牛。lutung 猴子，Atu favoy
阿鲁笨，好，前面加一个啊哈，阿鲁笨再加一个阿鲁笨一鲁豆，好，雷美老师这边再加一个哈，阿鲁笨，然后我们再写那个伊拉古贡，好，中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叫逗点哦，好，有什么好点一下，有什么，好，后面叫阿杜发布，对，这样子就对了，好。写得很好啊，再加那个逗点就好了哈。好，谢谢。好，看到马少，好。好，谢谢。好，谢谢你。Ila masam anay pinanuwang iruto. 好，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呢？Ila man这pakai lutung atau 有3枪。兔子3还有在山上里。好，很好，哎呀，你写的很丰富呢，很会写呢。好，他而且念的很有感情哦。好，伊拉古玛萨玛阿玛奈，好，各式各样。好，伊拉努旺动物在山上吗？好，这样子。好，伊拉古曼泽3枪，达古利尔兔子，好，法富猪山猪。鲁动猴子，嘎拉拉yan比那努旺，好，嘎拉yan是鹿吗？还信息。好，鹿好，嘎拉yan喊了么？好，有人是说，马鲁嫩，马鲁嫩，好，也是鹿哈，可是这样讲，嘎拉yan。我们学到在一些动物在山上的动物哈，好，我再讲一次，他写的很多很丰富哈。曼泽3枪，达古利尔猴子，还有法富，这比较常说了哈。鲁动猴子，还有鹿嘎拉拉yan，好，那有人说鹿叫做马鲁嫩，好，也是鹿。好，我们先写到很多动物在这里，谢谢马少，你很会写，也念得很好，好，然后好，嘎造，海明，你说多。老师，我这个乱写的哈，你帮我看一下。乱写。伊拉古马萨马安奈tam trawan i Amerika， 伊拉古和丁爱古和扎来tam traw。在美国有什么样的人种？有黑人和白人。好，很好，谢谢。对呀，有黑人和白人，没有写黄种人。伊拉古马萨马阿玛奈。黄色我不会拼。达古利亚歪。好，伊拉古，我再念一次，伊拉古马萨马阿玛奈tam sao，不要忘吧。马萨马阿奈tam sao。以Amerika这样就好了，不要 an， tam sao 人就好了。美国有什么样的人种？伊拉古马萨马阿玛安奈tam sao 以Amerika。好，他说伊拉古国哈丁爱，你多了一个 n 呢，国哈丁哦，国哈丁爱。那个 n 不要，国丁爱，国扎赖tam sao， 好，那国丁爱那个写在那个 n 中间的 n 可以不要，好，我们可以说伊拉古国丁爱，因为只有两者嘛，都国扎赖tam sao， 黑人和白人，好，中间加都可以加，在这里可以加哈，伊拉古国丁爱。国扎赖tam sao， 好，国扎赖，有的人像苏格兰有会说佛扎赖，佛是 F 开头，佛扎赖，好，白色的，好，那有的地区叫国扎赖，好，这样子写，好，谢谢嘎造，你国定案要修正一下，好，谢谢哈，好，人种tam sao就好了，tam sao one。人就好，有什么样的人？好，马萨马阿玛奈tam sao 以Amerika，
iraku kuah tinggai atau kuah zalai tam sao，好，这样就可以，很好，好，连美在写她的中文哈，有猫头鹰、牛、猴子和山猪，好，谢谢连美，好，现在看到那个汪处长的号，马老师的号，马老师，好，换你念哦。Ilago sili atau fawe iluduk。很好，再念一次。Ilago sili atau fawe iluduk。山上有山羊和山猪。很好，很好，对了哈，念得很好哦。Ilago sili atau fawe iluduk，好，很好。山上有山羊和山猪，好，谢谢马老师。谢谢你，好，把照再修正好了哈，好，谢谢。把照你再念一次好了，再念一次你修正的。Iraku masama anai tamsau i Amerika，在美国有什么样的人种？Iraku kuhtingai atau kuhzalai tamsau。可以，有黑人和白人。哎，对了，这样就写对了哈。好，写得很好呢哈。好，剩下一点点时间，还有人写吗？我也都好。好，我还有一句哈，我看一下，看大家的意思哈。看，好，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可是剩下2分钟关系。你什么安？你sama an ni kacau ni curhat ni samaan ni kacau ni curhat， 好，这个你sama anan是为什么了哈？通常我们你sama anan是怎么样，或是怎么样？你kacau你说打造。是什么样要读书，或者是他说嘎造为什么要读书，我们这边把它弄成嘎造为什么要读书。不知道这个记者，因为我刚在讨论是你什么安南你嘎造你做啥？好，嘎造或者嘎造是怎么读书？嘿，嘎造是怎么样读书？读书的你kacau你做啥？打造是什么？是怎么样？是应该是说是怎么样读书的？好，他很会读书了啊。好看有没有人可以写这个？你什么anan你kacau你做啥？卡造是怎么样读书的？好，那我刚刚中文是写卡造为什么要读书，很像跟这个没有很顺哈，是怎么样读书的？然后看有没有人写，也可以写的。卡造，要说他很努力，好，卡造自己写了哈，来，米莎，我乱写的。就是会回答，好，来，米莎大亚拉你嘎造米做他，嘎造为了工作读书，可以这样翻吗？嘎造为了工作而读书哦。米莎大亚是工作，米莎大亚为了工作。Bisa dalam sini mencoba做读书。我们刚刚有misa 加一个单字，就变成一个 misa no bangza，misa 加 no 还有 bangza 变成说主语了哈。还有 misa Paloan 就是建造公寮 misa， 所以我们这边说 misa maan你嘎造你做啥？那么嘎造是什么样读书的？
哦，然后这边字写说嘎造，你说大亚兰，你嘎造啊，你主拉，这好像有点不太顺的嘎造。老师，如果这个要翻成中文怎么翻呢？就是嘎造读书是为了工作。米萨大亚拉，你嘎造啊，你主拉，哎，这个。